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上主是我的开力，我的盾牌，我靠伊。上主帮助我，我的心大欢喜，我要用诗歌称赞伊。上主是伊子民的开力，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求你解救你的子民，祝福。和做你产业的子民，求你做因的牧者，永远扶持因。做伙来吟圣诗第120首。上帝权能实在奥妙，请徛起来吟。心跳的高声啊！
请咱游园徛地，三甲额头来祈祷。愿伫天父的爸，伫这个早起时，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阮要用欢欢喜喜的心来敬拜你，用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你的面前。阮知上主是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是你的子民，是你牧养的羊群。因为主耶稣对你也接受了命令，耶稣正做阮的大牧者。耶稣是阮的好的牧者，是伊自愿为阮的罪来受苦，为着拯救阮这羊群来放杀性命。伫疫情带来了考验的时刻，教会面对当这时，就要照顾信徒的身躯甲心神，一种两边的压力。因为主日实体的礼拜要改做网络线顶的聚会方式的时阵，互阮家己有担忧，那伫线顶聚会，敢会造成信徒的疏离，敢会互无熟这个电脑、手机啊的兄弟来受到忽略。伫这个时阵，耶稣的话，互阮来得到这个快乐。耶稣讲：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必须用心神甲真实来敬拜。所以敬拜上帝，你毋是伫地点，颠倒是阮爱用心神甲诚实。感谢主引带阮行伫这个正确的道路，帮助阮来解除了线顶聚会这担忧。毋过，阮并无离开忧患，因为这个疫情引发的心理的创伤，哪来哪受到关心。全球大约有5300万人来重度忧郁，有7600万人来焦虑。在新的患者，阮伫主你的面前求你怜悯阮的软弱。伫疫情的期间，咱阮入去较长的这个空间，卖感受到受到感染肺炎的这个危险，那就是进入这个死荫的幽谷。只是阮伫你的话，阁得到安慰，因为你甲阮同在。就亲像大牧者耶稣基督陪阮伫身边，保护阮共款。伊的棍、伊的拐，要互阮安稳自在。伫战争的阴影下面，阮面对极权国家武力攻击的威胁，上帝，你的话搁再激励阮。你已经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无要搁做奴隶。基督也讨放阮做自由，所以阮就徛在，无伫搁挂掉迄个做奴仆的担。亲爱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无论阮拄着什么种的境遇，你一定会甲阮同在。伫疫情甲战争的阴影大雾的时刻，也就是阮为着主活出见证的时刻。你已经应允阮，当阮向你祈祷，愿意谦卑悔改、离杀这个歹事的时，你一定会为天顶来压落听阮的祈祷，赦免阮的罪，医好阮的身躯、阮的土地。因为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阮做伴。阮要永远伫上主你的厝，甲你做伙大。这时，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心，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失，亲像阮后赦免互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死，
就叫我发伫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圣诗后面第1039页，启应文第22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诗篇第95篇，咱做伙来启应。来啊，咱来唱歌学老上主。咱来称赞，请求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甲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灵的大君王。伊统下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坡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啊，咱来极恭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无有的英魂，是伊照顾的子民。做伙来吟圣诗第210首，那乐得直直走，且徛起来吟。小坐，做伙来祈祷。至诚的天父，愿自执伫你的面前，感谢你是阮救赎阮，互耶稣成做阮的大牧者。愿你掌权，互阮伫圣神的引带中来超找真理，用谦卑的心，尽阮所领受的恩赐。来喜乐服侍，互阮来到你的宝座前，欢喜学乐敬拜。请你开拓阮的心门，通过传道书的正道，帮助阮明白你的旨意，对你的话语来得到开展，互阮伫基督耶稣内面领受到新的活命，彼此相听，为主做见证。愿咱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17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后来，耶稣搁伫提比利亚湖边对门徒显现经过是安尼：西门彼得叫做双生仔的多马，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西比泰的2个囝，甲另外2个门徒拢做伙。西门彼得甲因讲：“我要来去掠鱼。”因甲因讲：“我嘛要甲你去。”因出去上船，迄暗因掠拢无。天复光，耶稣徛伫暗顶，毋过门徒认袂出伊是耶稣。耶稣对因讲：“少年人，恁掠有鱼无？”因应讲无。伊甲因讲：“甲网抛落去，船的正边就会掠着。”因就抛落去，因为拍着真侪鱼，煞拖袂起来。耶稣所听迄个门徒甲彼得讲：“是主。”西门彼得一下听到是主，因为脱马体赶紧外衫满地跳落水。其他的门徒因为因离陆地无远，约100公尺。就过迄只细只船，甲规网的鱼拖瓦换，因一下落上岸，看到遐有火炭火，顶面有鱼，阁有饼。耶稣甲因讲：“拄则掠到的鱼，掠几尾仔来？”西门彼得爬去船顶，拖网起来岸顶。规网拢是大尾鱼，拢总153尾。虽然遐尼济，网嘛无破去。耶稣甲因讲：“来食早顿。”门徒无人敢甲伊问你是虾米人，因为因知伊是主。耶稣行起来，摕饼分互因，鱼嘛照安尼分互因。耶稣对世人中搁话以后对门徒显现，这是第3遍。因食早顿了后，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赢过这个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甲因讲：“养饲我的羊仔囝。”耶稣第2遍问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甲伊讲：“牧养我的羊。”耶稣第3遍甲伊问：“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彼得因为耶稣第3遍问讲：“你有听我无？”就真伤心，甲耶稣讲：“主啊，你逐项拢知，你知我有听你。”耶稣就甲伊讲：“养饲我的羊。”愿上帝的话带领咱明捌你哪久哪深。这时，咱要请陈明德执事来献诗。伊要唱的诗歌是约瑟的犹拿克。
Father guard your hearts for now, so you can sleep tonight. Go to sleep, my son. Go and chase your dreams. This world can wait for one more moment. Go and sleep in peace. High beams of glory of heaven, unite my arm tonight. Though I ask of thee for just this moment, simply be my child. Go to sleep, my son. Baby, close your eyes. Soon the Lord yours save the day, but for now, dear child mine. Oh, my Jesus, sleep tight.这时，咱要请由别位传道来讲道，题目是养饲主的羊。各位在场这人教会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甲咱三角聚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的平安甲咱大家常常伫地。今仔日是国外节刷了后第一主日，也是为着北区的大专事工奉献主日，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伫遮徛伫这人教会讲台，向大家请安讲道。伫要开始进前，咱来回想今仔日的经文所记载的这个故事。伫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伊讲后来是啥物？就是发生的遐个头前的代志后来，所以咱即马在先爱先来 rewind 来倒转去来看，伫顶一礼拜，伫这进前，伫迄个圣周，就是受难周的上落尾迄3天发生啥？咱足紧的来看一下，就是正门徒甲耶稣在生时真闹热，欢欢喜喜伫京城耶路撒冷城，足侪人，可能有上万人欢迎因入城。结果呢，伫上落尾的无几日，无过几日，才共一群人开始咧化工，爱甲耶稣钉十字架。雄耶稣互掠了后，有遮大的转变，而且呢，即个祭司头甲罗马的官员足紧甲审判，甲定罪，就甲耶稣送去咧十字架顶，甲钉互死。过来发生的代志就是门徒就四散。咱看伫圣经的记载内面，门徒就拢走咧弄足惊吓的走咧弄。其实安尼讲嘛毋对啊，咱爱分两种，
查甫的甲查某的，查某门徒足济个批判耶稣的老母，一直到上落尾去到各个他的山顶，有足济查某的门徒，佮批判耶稣的老母玛利亚，一直到上落尾手。你讲毋对啊！伫各个他面顶，佮有阿里马太、约瑟啊，甲迄个进前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记好清楚哦。因两个是啥物时阵才出现咯？是耶稣已经讲食了啊断去了。伫上痛苦的时，咧批判耶稣伫各个他山顶的是查某门徒。毋那安尼，遮的查某门徒嘛是军队耶稣的遮的查某门徒，伊到第3日的一早起一清早，因嘛是大声走去坟墓遐，发现坟墓是空空的。因是第一批啦，毋是讲第一批，去见证着空的坟墓，是见证着耶稣搁活的门徒。是遮个查某门徒，查甫的咧，查甫门徒，你看查甫，遮个查甫的拢，这12个头前拢足丰盛的，而且伫要入耶路撒冷城进前，搁咧讲讲，哎呀，耶稣，你若以后得国的时咧得到即个权势的时阮一个要做行政院长，一个要做立法院长啦。这查甫门徒安尼真，结果呢，一发生代志。一个比一个走了较紧。查某门徒发现坟墓空空了后，走转去找遮个查甫门徒，因阁无相信哦。人甲讲，伊阁无相信，因阁用走去看到坟墓空空。顺序是安尼呢，咱来看，查甫的走转去。伫约翰福音20章咧讲的，就是即件代志。主所听的门徒甲西门彼得走过去。我每一遍讲即幅图，我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倒一个是彼得？倒一个是彼得？大家拢比正平即个嘛。我就问为虾米？较老？稍等。啥人讲较老？圣经倒位讲彼得年岁较大？无呢。规本圣经无一个所在讲彼得年岁较大呢。你讲无啊？证据就伫约翰福音这段记载内面啊，就是约翰福音20章讲，主所听的门徒甲西门彼得走去，结果主所听的门徒较大声走到坟墓遐。彼得走较慢，所以彼得年岁较大。我感觉这个解说真无礼貌啦。在座足侪长辈莫讲啥，据我做例，大家听拄则明德这诗献诗，唱了丹田真有力，唱了歌声真水。明德这诗比我年岁较大，但是人有咧运动啊，就亲山拿来看鸟啊，身体真勇健啊！若是伊甲大箍的我来走标，伊会赢。所以毋是讲彼得年岁就较大，寸板彼得可能较大箍啊。所以读圣经爱注意，毋是讲彼得一定就年岁较大，这一定爱说明者。咱落尾手会阁说明讲，读圣经爱小心。足侪所在，咱理所当然感觉彼得一直咧讲的，彼得一定年岁较大。无一定啊，圣经内面无安尼写，好，所以我要讲的是啥？这个事件发生了后，意思是西门彼得甲门徒已经有看到空的坟墓，但是因遥远来自因遥远讲要转去加利利掠鱼啊，遥远遥远啊，遥远毋信。所以，伫迄个早起所发生的代志，遮个门徒本地咧创啥？掠鱼啊！西门彼得讲：咱不如转去加利利掠鱼啊！
迄是偌尔睿智、偌尔伤心、偌尔失去信心的一件代志。什么好调啥，咱拢点点啊教啊，无爱插啊，等于重操旧业，掠鱼啊啦。迄是偌尔睿智的时刻呢。所以啊，伫后面有一个时间，伫今仔日所分享的经文后壁面有一个所在，我第一遍读咧想无。即马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既若是咱拄着咱所尊敬的长辈，但是已经离开咱的，咱既若是即马会当搁拄着因，咱会讲什么话？咱想要对伊讲什么话？即马想一下，吼，即马想一下，等下我会搁问。所以，这个门徒，咱倒转来讲经文内面，这个门徒去掠鱼，也好，等于加利利。耶路撒冷行到加利利，量少嘛要7日呢。迄时无火车嘛，无高铁，行路行转去，量少要7日。所以我讲，搁偌济了后，第一主日咱来讲这段经文，我感觉真适合。这个查甫门徒，尤其彼得甲主所听的这位门徒，因是有看到这个坟墓空空哦。这个坟墓伫倒位？伫耶路撒冷的东边面郡外的所在嘛。所以因是看了后，搁行量少7天了后，因遥远足睿智，转去家里。我听讲我新学院有一寡学长。无咧做传道，嘛无咧做牧师，因为生活足歹过，去做房仲看狗仔咯。这实在是听了是足伤心的代志。伫迄个早起，这个门徒所做的代志就相像啊，但是足奇妙的，看到一个人咧甲画因掠鱼掠规暝拢无掠着鱼啊。迄个时阵，加利利的咧掠鱼的习惯，拢是阴暗时咧掠鱼。阴暗时掠鱼，因为因是感觉讲阴暗时鱼仔咧困吼，安尼戆神吼，要掠吼，较掠会着。所以阴暗时掠无，一早起因就感觉就掠无啊啦。结果有一个人伫岸边甲叫。佮甲因指示讲，恁着为遮落网落去，哇！掠着足侪鱼。这敢若甲福音书头前记载的什么代志足相像的就是遮共一阵门徒第一遍拄着耶稣的时，拢相像的代志。因嘛是迄时掠鱼掠规暝，掠无鱼。拄着耶稣，耶稣就叫因讲为遮来落网，结果掠着足侪鱼。所以安尼无听候讲船瓦岸，就门徒就认出耶稣出来。因为这个过程，我咧想，一定是足相像的。因就想起来，哎呀，就看出来这位是耶稣，但是。因上岸了后，拄着耶稣，圣经内面讲，因知影认出是耶稣，但无人敢讲什么话。这就是我讲的，我感觉足奇怪的所在。既若是咱拄着咱所尊敬、咱所敬爱的长辈离开咱的，咱搁见面的是，是毋是有足侪话要甲伊讲？足侪话会当讲的嘛？报告家己的代志，讲伊所疼痛的人的代志。副组长了，我即摆受派做团队啊，感谢你的关心。有一天，我真希望搁甲你来食锅巴，感谢你请我食。我知影莹莹医师无爱你去食迄，伊嘛无爱我食迄。文秀长了，真感谢你的关心。恁承恩即马足骨力咧陪伴这个少年人，你会当宽心咯。足侪话通好讲的嘛。奇怪，这个门徒哪会拄着耶稣？
因所敬听的老师，都伫因面前，一句话拢讲袂出来啦。毋是应当足欢喜的吗？是啥物心情？见笑，足见笑的，足对不起伊的。想着家己对老师遮久，结果，伫老师上艰难的时，招大生，想着家己是偌尼风神，安尼吼足闪烁，甲老师讲，别人会袂认你，我绝对袂。结果3遍无认耶稣啊，见笑，甲讲袂出嘴，迄是偌大的亏欠。迄个时阵，看到耶稣心内偌大的亏欠，但是迄个早起，耶稣无甲因责备责骂，伊是上帝的囝，伊是神呢，伊会当，伊毋是毋通责骂尔，伊叫天使、天君、天火降下来，啊，这吼毋正经，甲恁烧烧咧，无安尼做，无啊，伊做啥？伊做足简单的代志，少年的有食的无？面腰吧，我烘鱼仔互恁食，足简单的代志，因照顾遮的门徒上基本的需要，恁一定足枵啊！恁掠鱼规暝，恁一定足忝啊吧？来，我烘鱼仔互恁食，毋惊臭火大。有遐尼温暖的一个早起，有遐尼温暖的一个动作。罗马帝国的权势所要求的、所做的，是用暴力来甲关系拆散。但是上帝国的权势，毋是用暴力来达成正义，是透过真实的关怀甲疼痛来恢复关系。来修复关系，已经破碎的关系。这个破碎毋是耶稣做毋对呢，是咱做毋对，咱有亏欠。师承啦吼，伫教会内面，因为咱这教会优秀的人实在是真侪啊，所以吼，有的时阵伫教会内面，伫家庭内面有一寡苦楚。伫关系内面有一寡受伤，拢讲袂出嘴，因为大家一个比一个搁较圣洁，一个比一个过了搁较好。我2个细囝2岁8个月，伫儿童主义学，阮迄个幼班吼，我甲阮某拢感觉转去吼，拢用因来教示阮囝安尼，你看。人骂句，农场长老的查某孙，人骂句偌乖咧，你哪会拢无乖，拢无听话？人咪包偌乖咧，你拢啊！看人的妈妈吼，每一个拢足有气质的安尼。我这个做老爸，落来，莫阁爬去，你要摔出去啊！心内安尼吼，感觉吼。足见笑的，但是是每一遍有时阵才会大家家长会小可开讲者，讲哎呀，其实伊伫厝里嘛是会闹啊，其实大家有艰苦的所在，透过安尼真实的分享，知影讲大家拢无简单啊，大家拢无简单的所在啊。虽讲我遥远感觉阮迄2个足屁的，但是。心内会感觉较宽慰。咱有的时阵伫教会咱感觉别人拢过了真安尼稳妥安尼每一工安尼拢足有气质的安尼来教会看拢真好。变做讲，家己有亏欠的事毋敢讲出来，
即个早起的代志，请咱着记得。有的时阵你讲出来，也是你无讲的时，咱若好的时，咱用真真实的关怀来关怀彼此，来分享。吼，有的时阵真简单啊，摕一块饼来，我有一遍就是啊，阮囝伫后壁面伫遐咧哭甲安尼吼，乌白闹，结果一个长辈真歹势，我袂记你的名，摕一块饼来吃饼饼。一刷点休止符，咻！哦，我真感谢这位长辈，伊嘛坐伫咱中间，我真感谢你。伊毋是来讲，囡仔吼就爱教好啊，差甲呢，你做传道者安怎做的？你看你囡仔教安尼，无，伊毋是讲安尼，来吃饼饼，真真实、真简单的行动。是用疼痛、用关怀，关系的修复，才会传达出真实的疼痛。咱搁来看这内面呢，真重要的一个人。搁来耶稣问3遍，为什么问3遍？这个人无共款啊！这个人本底是一个我感觉家己偌有信心，我着安怎，我偌勇，我偌熬。我绝对袂讲无认耶稣，结果3遍无认耶稣的这个彼得，伊应当是心内上亏欠的人。伫即载了后，伊变做安怎的人？圣经的后一款《使徒行传》内面，彼得是偌尔啊有勇气啊，真正的勇气啊！伊伫千万人面前见证耶稣传福音啊！伫什么所在传福音？咧传讲，咧呼召，咧行神迹。伫圣殿的头前啊，圣殿是什么所在？就是祭司头，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咧上重视的所在。这个人毋就是上有钱、上有势力的这个犹太领袖，就是彼得伫迄暝足惊的迄阵人。伊伫这个人的大本营头前。见证耶稣，伊阁去伫一个罗马人的军官的厝呢，对伊传福音。这对犹太人来讲无简单呢，真无简单啊！伊变做遮尔啊勇敢的人，是毋是靠耶稣降天火来甲烧骹床，伊才听甲一直走？毋是，是耶稣用温暖甲疼痛来甲恢复。啊，关于这问3遍的问题。伫前一阵啊，伫神学家内面有一个解说，真流行，就是讲看耶稣问彼得3遍，这个疼痛吼，这个翻译是真好翻译的，因为伊这疼吼有2种的希腊文，是2个字啊。伫第1遍甲第2遍，耶稣咧问西门彼得啊，约翰的囝西门，你敢有疼我无？啊，彼得讲，伊即个疼是用阿加帕哦，阿加佩啦，吼。啊，彼得回答讲：主啊，有，你知影我有疼你。彼得回答的即个动词是无共的，共款是疼，但是伊叫做 philo。好，神学家就解说啦。阿加佩呢意思呢，伫新约神学家就解说讲：哎呀，这阿加佩就是属天的疼痛，是永远的疼痛。啊，彼得所回答的这个philo吼，是一般的疼痛，就是咱人伫世间兄弟姊妹中间的疼痛。所以呢，这彼得所回答的，耶稣问的，甲彼得回答的其实是无共的啊。啊，彼得吼感觉吼足亏欠，伊无法度对主用阿加佩的疼，伊讲我无才调。所以第3遍的时，耶稣就讲：西门啊！你敢有听我？这边伊用的 philos 就是 philo 的变形，就是共一个字啦 ，philo 啦。彼得就忧愁，伊就回答讲：主啊，你知影我有听？伊遥远回答拢是 philo。所以神学家这派神学家就解说，第3遍耶稣就降低标准，讲啊，你阿加佩的疼痛你无法度，啊无你敢有 philo 的疼痛？吼。啊，彼得真忧愁，讲啊，你知啦，我有philo的疼痛。
啊，耶稣就讲啊，你牧养我的羊哦。耶稣讲啊，安尼就好啊，无要紧啦。这个解说听来吼，敢若真深刻，但是我家己是感觉这个解说可能性无悬啦。我解说为虾米？首先就是这两个希腊文，尤其是菲罗这个字，是毋是真正只有咧讲是世间的兄弟姊妹之间的疼痛呢？无，咱毋免去看其他的希腊文的文章，咱就看约翰福音家己内面，约翰福音内面其他的用法是安怎？首先，就伫前一章内面，20章内面讲主所听的迄个门徒，即个主所听的门徒，伊用的字嘛是菲罗。第二，头前13章讲耶稣听马大马利亚甲列撒罗因一家伙，耶稣听列撒罗，即个耶稣听列撒罗，伊嘛是用菲罗。过来，搁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伫约翰福音，搁遥远伫约翰福音哦，共一本哦，约翰福音内面第5章，耶稣治好一个破病38天的人，了后法利赛人咧无爽快，耶稣就对因讲天父听囝。圣爸听圣囝，即个听伊嘛是用菲罗，所以足明显，咱袂用真简单讲，即个菲罗就是等于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的听尔。我感觉即个讲法无够在啦。第二嘛是足重要，若是希腊文无共，若是希腊文无共，就一定是无共的意思。大家毋知有发现无？第2遍耶稣的回答有无共哦？现代台语译本有翻译出来哦，因为希腊文伊的确是用无共的字。因为彼得回答了后，耶稣佫有讲一句话，伊有交代伊一个使命，就是牧养我的羊。但是第1遍甲第3遍，伊拢讲是你养饲我的羊。第2遍伊是讲牧养我的羊。因为希腊文的确是无共的，第1遍甲第3遍伊是 boske， 吼，伫其他的所在就是饲啦，吼，迄个路加福音内面吼，迄个龙主去饲猪，迄个饲即个动作 ，feed 即个动作 boske， 吼，第2遍是 poimeno， 就是有牧养，顾羊仔迄个牧养有咧顾即个动作。安尼是毋是？你若是讲菲罗甲阿加泡会无共，即个牧养是佫较无共啦。各位兄弟姊妹，你一定心内就问：安尼到底要安怎解说？先听我讲第3个理由啦。上重要的是，咱爱知影耶稣甲彼得的即个对话，无啥可能是用希腊文讲的。我足想要讲绝对袂啦，但是世界就是足侪代，我嘛无在场，我袂用凊彩讲绝对啦。但我会当讲，无啥可能是用希腊文咧讲的。因无啥可能讲希腊文，真简单，因为彼得甲拿但业即群人，因是生活伫加利利庄脚的社会基层的人啦。即群掠鱼仔的，因毋捌希腊文啦。所以耶稣哪会甲因讲希腊文？较有可能是讲阿兰文啦。阿兰文就是伫马可福音内面上落尾手，耶稣顶伫十字架顶的是咧画迄几句话，迄就是阿兰文。迄是迄个时阵，彼得即区加利利遮的庄脚犹太人咧讲的语言啦。所以，当约翰福音的作者来甲即个故事记落来，用希腊文记落来时，伊其实就算做有一遍翻译过啊。翻译过，就有一寡解说，就有一寡字无法度翻译啊。就有一寡字无法度翻译啊，足好翻译的啊。这我讲一个例啦，心息吼。我母会和平教会以前上正宗牧师有讲过一个例，阮教会一个李医师啦，伊住中孝东路面顶，
中华面顶啊，有一天因查某孙为美国转来，啊，就少年人安尼就趣味10岁左右，安尼啊，就活伫阳台啊，安尼看街仔路年的风景。啊，因下骹足侪排班的计程车司机啊，啊，就伫遐咧开讲，计程车司机咧开讲嘛，啊，因就伫遐咧，啊，即个查某孙就伫遐咧听来，啊，有的时阵就听因讲台语啥，啊，有的就淡薄仔较粗俗啥，啊，伊就听无。一日咧食暗顿，即个查某孙就食的就问阿公，安怎 ？What is 林北？就二回答。林北 is the way you call yourself。林北就是你自称啦，人咧自称的时就会讲啦，安尼继续食饭。查某孙食，阿嬷帮林北搁添一碗饭。这就是翻译会出问题啦，有的时阵啦。你爱足长的解说嘛，你无法度讲三言两语就甲解决的代志啦。翻译会出一寡差错啦。注意，我毋是讲圣经有差错啊，我是讲咱毋是讲圣经原文是希腊文，所以希腊文这两个字无共，所以伊一定就是外无共的意思。伊可能只是咱咧作文的时候，有的时阵记落来记，想讲这。连续3个问题，拢总共款人拢总共款，感觉换一个字安尼。有的时阵，这是我的判断，对这个解说，有可能伊只是换一个字尔，就换一个字来写。因为，就我拄则解说的，菲罗这个字伫约翰福音内面，伊嘛有足侪时阵是讲上帝的疼痛，所以袂用讲只有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的疼痛。总结来讲，这个早起是一个真特殊的时刻。耶稣搁一遍用甲门徒起初相拄的时的心情来唤醒，甚至是用一个足实际的行动来提醒这个门徒，以外嘛是恢复。门徒甲伊之间的关系，我真感谢这人教会过去一段时间对阮甲阮贵家会的关心。毋若安尼，我嘛观察到这人教会对大专事工长期以来拢有足好的关怀甲关心。有的时阵，有的会友可能会问：哎呀！咱为什么无爱家己来做家己的大专事工？爱特别搁去支持中会这个北区的大专事工？我伫遮就来解说，因为这是专门为着出外伫台北咧读书的遮的青年人，专门有辅导来甲关心，来设计因所感觉有趣味愿意伫信仰内面继续坚固的活动、的聚会来组织团契。咱虽望即马伫遮有真好的同工、真好的礼拜、真好的硬体，但是有一日，咱也是咱的细囝，有一日咱有机会，有可能就会出外。圣经内面、申命记内面。上帝的教示，咱着好款待家骹的厝外人，咱是好款待出外的遮的人。虽望有的时阵，咱看遮的少年人实在是，哎呀，这个真不清安尼感觉家己真牛，但是其实信仰真无坚固。这就敢若彼得同款啊。伊一开始嘛，感觉家己真牛，我已经信仰已经真知啊，结果无稳嘛。安怎会当互这个彼得会当成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有勇气、有信心，会当好打见证道理的人？是透过关怀、
甲真实的疼痛。所以支持大专事工就是真实的关怀遮的青年。有一天，咱嘛会得到益处；有一天伫天顶，咱的主一定会纪念。请咱三脚头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主你互阮伫济南教会有遮好的同工，有遮水的教堂。礼拜堂，阮伫遮受着造就，阮嘛想着，遮的造就对阮的疼痛，遮的长辈对阮的疼痛，遮的前辈对阮的关怀，阮嘛甲安尼的关怀，甲即个疼痛传达出去，传落去，传互别人，传互阮的后一辈，甲后一辈。较远远的所在，阮相信你所托付互阮，要养饲你的羊，遮的人拢是你的羊，毋是讲伫济南教会受洗礼才是你的羊，有济的羊，主你托付伫阮的手里，希望你激励阮，嘛伫过偌济了后，第一个主日搁一遍。来，互阮感受到你迄个温暖的疼痛，互阮都有气力，都有能力，会当甲即个疼痛来搁传达落去。阮的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话。圣诗136首，耶稣做咱牧者，请徛起来吟。
请坐。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为了国内疫情的控制甲儿童预防注射的这个，过来第二，就是为了国民防疫甲减缓这波的疫情的冲击。第三，就是为了安养行动不便甲治疗中的兄弟。请咱做伙出声动心来祈祷。这时，咱要请张乃军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保守台湾。虽然目前确诊人数逐日增加，总是因为大部分的成年人拢有注射疫苗，所以重症的比例通得到控制。目前社会针对儿童是毋是应该注射疫苗，甚至疫苗种类的讨论，也是有无共款的意见。总是阮相信，主你有上好的安排，你有你水的旨意，照阮继续落实防疫的规定，保护家己，守护别人，避免浪费医疗资源来减轻疫情的冲击。疫情总有结束的一天。创造天地、掌握生命的上帝，阮的年日拢伫你的手里。阮特别要为着目前伫安养、行动无拄好，也是伫治疗中的兄弟来祈祷，求主赐予因有教育的气力，也求圣神安慰夫妻因来面对生命中大阶段的挑战，继续甲主同行。因为阮相信，有你的恩，阮就到遐。因为你的气力是对人的暖流来行。阮通放心倚靠你，求你听阮恳求的声，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请坐。请咱协会周报通知事项。4月份的得月长老是柯世忠长老。第一项报告，今日是大专事工的奉献主日，咱感谢杨必伟传道师来讲道，而且阁代表大专中心来请安报告。敬请兄弟为着大专的事工的经费需要来奉献甲代祷。杨传道伊目前伫总会研发中心来服侍，传道娘甲一对双生仔，拢伫咱教会聚会。督导牧师是咱黄牧师，黄牧师今日受派伫金宝里教会来讲道，佮主持会员好会。第二项报告，上年妇女诗班聚会暂停，因为这个奥密克高传染。小会决议对今日开始暂停圣经学校、圣歌队、双年团契、妇女团契的聚会。第三项，咱要照这个政府防疫的指引，伫咱的这个礼拜来正常举行。伫咱礼拜的时阵，咱尽量把这个喙安挂好势。伫礼拜时，咱伫迄个遵守即个彼此的即个距离，小会小组的组织方式啊，和小组家己决定。第四项，注意到少年团契改做线顶的聚会。第五项，本会即个咱即马座位顶悬所放的是咱新版的即个。现代台语圣经伫顶礼拜国外节咱开始使用。另外，阁有准备150本，迄个顶原无写教会即个字眼的即个版本。若有需要的兄弟，请往办公室来买。第六项，伫明年就是2023年，有要报考新人院传道硕。像伊道学硕士班的兄弟，请伫今年6月底、6月30号以前来向小会申请。注意爱伫7月8号进行报名来参加人格的测验，甲即个服侍辅导的说明会。第7项，请咱特别注意即个。武汉肺炎的变种的这个奥密克戎这个镜头，伊即马是较轻，但是真够传染。敬请兄弟，那这个伫出外时，特别拢爱甲这个喙安挂好势，较接洗手，同好有拍这个预防针。过来就是手机会用安装这个 APP 和这个有这个自动通知的功能。若有出现这个感冒的镜头的时，就赶紧准备看是毋是有机会来快筛。那这个伫住伫迄个厝内隔离，也是这个检疫的有这个快筛阳性的这个反应的时，就赶紧这个卡1922的电话。和这个线顶的这个专家来提供服务。若有这个感觉受到感染，嘛同款，请你拍这个卡伫1922，或者专业的人员来指示。这个要去做检验的时，请你唔通坐这个。公车也是这个捷运你而且爱个人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避免来感染别人，尽量伫这个时间点注意好势，然后有需要较紧伫
附近的这个指定的社区的采检所，来进一步的 PCR 的检验。第八项，去年的这个讲道已经出版，放伫这个头前这个交代的所在，一户一本，欢迎兄弟来这个取用。那另外教会阁有这个分段的这个电子的档案，欢迎兄弟这上线来使用。伫去年的这个奉献的收据的证明，已经照咱的会友的这个授权来上传伫国税局。若有需要纸本的这个兄弟，请伫4月底进前往办公室来登记。第10项，古籍写生的比赛已经开始报名，详细请家己看。团契消息，无拉无小组伫12:20伫马可路要聚会，今日的主题是查经分享。第4项就是阿卡佩伫拜四28号暗时7点到8点半，要伫自阳甲恒志的厝来聚会。第5项就是阿卡佩这个新的调查，若有兄弟认捌到这个伫这个咱台北市以外的这个上北就学的这个大专生，欢迎兄弟来介绍和恒志甲自阳分熟悉，和伊做伙来引带。开会消息：伫下晡1点，牧养部门甲外展部门有开会。后礼拜主日要召开长执会甲小会。教界消息甲近期的事工，请兄弟详细家己看。这时，咱要来请应用牧师来介绍。搁一遍来说多谢各位传道，伊代表大专中心来请安搁讲道，多谢。伊过去伫圣经学校、教会圣经学校开圣经名化的课程，咱无机会去参加的人，即回听到伊的讲道，就知影讲伊有真侪图画库吼。多谢伊安尼用遮尔深刻搁生活化的即个讲道分享，愿上帝继续来祝福伫伊的服侍，头前的路站拢有满满的稳定同在。我咧遮先补充报告一个具体的消息，就是咱所敬听的杨定溪执事过去教咱写毛笔杨老师立邦长老的老爸张下晡安孝主怀，享年94岁。愿上帝的稳定特别的安慰甲伊的遗族全家同在。面对着即马疫情哪来哪严硬，咱中间有的人嘛就因为朋友安尼较阳性需要居家隔离吼。但是我就想到一句话，讲凡事感恩常常喜乐，常常祈祷会当帮助咱同心倚靠主来度过即个转型的适应期。既然这是政府的政策，要以后来开放，和国际来恢复正常的交流，所以这个转型是，就是讲和病毒共同生活这款的模式，咱大家爱适应。毋过毋免惊，相信上帝稳定有够咱用，咱就上感恩、喜乐、祈祷的心相信会当平安来度过。在遮
我要介绍2位新朋友伫咱中间。头一位林拉拉姊妹，伊是对顶文教会来，请起立，互阮熟悉，欢迎，请坐。第2位是黄之山，对英兴教会来的，咱欢迎。小等礼拜煞的时阵，请坐伫新朋友边仔，兄弟姊妹带因到雨伞骹，有含关怀的同工来做伙交陪，咱互相请安。做伙来吟圣诗，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要请林牧师祝祷，请徛起来吟。愿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比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充满，甲咱每一个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祷闭会，礼拜后请兄弟参加这个中庭的这个地饼会，然后需要代祷的兄弟，请你老婆和牧师甲同工为你代祷。